嘅事件，正如我哋主席所講，我一聽到呢個事件就即刻火滾，帶頭上去政府總部抗議，因為官商勾結、利益輸送，受害嘅就係小市民。紅灣半島原本係居屋3000零蚊尺，你同我都可以買有海景，可以改善居所，家下有冇啊？冇。啲大財團用賤價購得，就因為啲高官用行政程序將嗰個估價嘅基礎同埋個原則定到好低，當係一般嘅居屋定價，跟住就財團轉下手，賺咗起碼50幾億啊！隨時賺到60、70億都未知，跟住就320萬一年雞多咁少，就請得個前高官，跟住個高官就撲到去做，呢啲係咪官商勾結？係。呢啲就係咪利益輸送啊？係。所以講對反對官商勾結，反對利益輸送，邊個最夠薑？邊個最夠薑？大嚿最夠薑。邊個最夠薑？大嚿最夠薑。所以我哋而家下落街，呢兩日做簽名，一陣間就簽咗5、6條橫額。我哋呼籲社民連嘅朋友呢幾日做多幾條呢啲橫額落街簽，我哋簽到